季軍戰呢，由西德擊敗烏拉圭，取得第3名。奧華拉特呢射入全場唯一入球，令到西德繼1954年冠軍、1966年亞軍之後呢，再次參上世界盃頒獎台。西德足球證明自己已經係戰後世界足壇最穩定強隊之一。決賽由巴西對意大利，兩隊晉級路線截然不同。巴西小組賽同埋淘汰賽都展現壓倒性功力，擊敗英格蘭、秘魯同埋烏拉圭。意大利則經歷艱苦小組賽，8強大勝墨西哥，再於準決賽苦戰西德。去到決賽嘅時候，意大利嘅體能明顯消耗更加大，而巴西就保持節奏、信心同創造力。比賽喺阿茲特克球場舉行，18分鐘，比利高躍起，力壓意大利後衛布根尼治攻入首球。呢個入球成為巴西第100個世界盃決賽周入球。意大利憑邦尼辛拿把握巴西防線失誤扳平，但係下半場呢，完全屬於巴西。傑遜先射成2-1，查仙奴再入一球，成為唯一一位喺同一屆世界盃每一場比賽都有入球嘅球員。最後，巴西完成世界盃史上最經典團隊入球之一，由後場內心組織，多名球員參與傳遞，最終比利冷靜橫傳右路，隊長卡路士阿爾拔圖高速插上勁射破網，巴西以4-1擊敗意大利，第3次成為世界冠軍。呢支1970年巴西經常被評為史上最偉大球隊之一，隊中擁有比利、查仙奴、托士唐、利維連奴、傑遜、阿爾拔圖等球員，攻擊線星光熠熠，而且唔只靠個人技術，仲有極高團隊流動性。巴西主帥薩加盧曾經係1958年同1962年冠軍隊成員，到1970年以教練身份再次奪冠，成為第一位以球員同教練身份都贏得世界盃嘅人物。佢將1958年嘅華麗攻勢同60年代後期更成熟嘅戰術平衡結合，打造出一支既浪漫又高效嘅巴西。比利喺呢屆完成自己世界盃生涯最完美謝幕。佢曾於1958年以17歲天才身份震撼世界，1962年因傷缺席大部分賽事，1966年又被粗暴犯規困擾，一度萌生唔再參加世界盃嘅念頭。到1970年，佢以成熟領袖身份回歸，唔再只係依靠速度同爆發力，而係用視野、傳球、走位同經驗引領全隊。比利奪得第3個世界盃冠軍，正式奠定球王嘅地位。巴西第3次奪冠之後，按當時規定可以永久保留雷米金杯。頒獎之後，卡路士阿爾拔圖代表巴西高舉獎杯。雷米金杯之後被帶返巴西，不過多年之後曾經被盜去，最終失蹤，成為世界盃歷史另一段傳奇。國際足協其後設計新獎杯，並由1974年開始使用。1970年嘅世界盃亦都留低好多足球文化標誌。Telstar 成為第一個 Adidas 世界盃官方用球，黑白12塊同20塊皮革設計，正好配合彩色同黑白電視轉播需要。Panini 亦於呢屆推出第一本世界盃球星貼紙簿，開啟球迷收藏文化新時代。官方吉祥物 Juanito、彩色電視畫面、高原球場、墨西哥熱情球迷，都令呢屆賽事充滿鮮明時代感。總括而言，1970年世界盃係足球由舊時代走向現代媒體時代嘅重要分水嶺。佢有政治張力，有規則革新，有高原挑戰，有全球彩色轉播，有歐洲同南美傳統強隊之間嘅碰撞，有非洲同亞洲以外新力量嘅參與，亦有多場經典比賽同永恆畫面。英格蘭同西德嘅復仇戰，意大利同西德嘅世紀之戰，巴西同烏拉圭嘅歷史清算，比利與波比摩亞交換球衣，賓史世紀撲救，阿爾拔圖決賽入球，全部都成為世界盃史冊之中不可磨滅嘅片段。最重要嘅係1970年，巴西隊將足球提升到藝術層次，佢哋贏得冠軍之餘，亦用踢法說服全世界，足球可以同時華麗、自由、創造性、團隊化同高效率。正因如此，墨西哥1970至今仍然被無數球迷視為最美麗嘅世界盃，而巴西嘅第3冠亦成為世界足球浪漫主義最燦爛嘅象徵。